歹势咧，歹势。讲真经啊，我这红讲西啊，白目白啊，无人请家己来，是足歹势。哎呦，下官总你讲安尼先哪对啦，应该歹势是我啊。你引导我就恍惚哦，袂记讲你伫遐无甲你请你咧。来，对啦。哦，对啊，你实我来真无简单咧，迄个有钱人嘅千金小姐，互你感动到流目屎，吼，厉害厉害哦！讲才直接讲啦，那但是讲迄种有钱人哦，像我安尼哦，用钱就用去使死人哦，你看你想法拢唔对啦。对啦，有影啦，我有影啦，我会甲伊考劝，就是因为安尼啦。免啦，我吼，我是可怜啦，阮老爸做老麻，佫兼无钱啦。我无啦，毋是啊，我若假使讲有亲像殷小姐迄款的家境吼，我绝对会利用我的家境，凊彩来选一个立法委员，啊是无上少嘛，做一个议员回馈社会对。臭大！伊毋是臭大，毋难安尼尔。我甲阮董事长伫咧门口伫咧听到偌感动的呢。哦，讲迄话真诶无简单啦，若倒会真诶实在背，要若无吼，早就出大啦。阮小姐听到安尼，口甲一只敢若牛咧。阮两个做咧冲入来，哎哟，看到倒诶吼。目睭干掉的啦！我目睭干掉咧咩？啊，无敢要摕出来外口耍哦。我意思讲，毋是目睭啦，你的目屎安尼干伫迄目睭诶，差点仔就连落来。哦，无简单啦。阿囝，喂，想袂到讲你即摆学到遮敖，啊去共苦劝啊害人会当安尼改变倒转来，算起来无简单啊。是讲这也无啥稀罕，这就是吼，有这个老爸才有这个囝。那我少年的时阵专门咧人解决代志，所以入边我一定的啊。臭蛋，这恁爸绝对无臭蛋。啊，若讲真，我离开遐原来好啦。我脱离苦海，阮那小姐迄款的个性，啥物人记在你会调啦？奇怪呢，阮大家拢讲你小姐的歹话，啊你袂生气，啊佫反倒倒来讲伊的歹话，啊你袂感觉足怪的？哪有什么好怪的？要怪啥？我早就离开遐啦，我即摆搁拢甲恁共过，咱即摆遮拢共过。下官总诶，啊你讲甲阮共过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，所以毋知影伊劝我。甲我同进退，我即摆既然甲互因小姐离婚了后吼，人以往共款失职啦，即摆算咱这边的人好人。哦，哥哥啊，想袂到哦，即摆你会当安尼交到遮尔好的朋友。董总诶，来，我代替哥哥敬你一杯。应该。好美女啊！你伫咧敬，啊，行遮远安尼，敢若牛郎织女咧，我出过啦。等下。你即摆是要去甲因查某囝、甲阮小妹啉烧酒呢？啊，对阮门口行过是安拢这边拢无烧酒问啊。啊，有，歹势，无甲恁寸者，来，超过来，打你无酒啊！来，我陪啦。来，大家来。你去陪，啊，真是实在。来，歹势吼，讲真个，你也免牙碎多下，我这应该爱做的嘛。反正哦，家己的人啦，对无？来，我敬。等咧，徛好，慢只牙咧。安只招你过港早囝啉者尔，随解大事，家己的人哪会要紧啊？莫顾食啦，替我讲迄个啦，莫顾食，鸡排歹食。爸，我跟你讲啦，那伊这个算好人啦，啊，当敬一个小酒也毋是啥，而且我嘛有答应讲要甲伊办一个代志啊。等，你要甲办代志是好康啊，歹康啊？啊，所以毋知伊讲要干后做医生啊，做个事，你是搞就知。好啦，对啦。讲实在，咱莫讲遮啦，即摆上重要就是讨论咱道的问题啦。虽然讲道位即摆互退婚咯，我嘛真同情，啊，不过袂要紧，我才介绍第二个姑娘来甲你带。免啦，你免家暴啦，我。杜哥哥啊，即摆哦，你为着恁爸爸牺牲遐尼大，让我足感动的。啊，你即摆搁退婚啊，孤单无伴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你想讲我安怎啊？你啊，哎呦，敢若当大人当无过，行无过，啊无脚地，我好恁我跟你讲，我抱袂落哦。放心，拢免报，你干那能硬个大于运了，咕噜，哎呀，讲啦，讲当做婚姻那骨头。打呼啦。好啦，咱莫搁讲遮，来，咱大家来叫阮哥哥会当来替你苦海。对，过去的红伞，自从你离开了后，我才知影讲你确确实实是对我真好。
因为也是一个真古锥的翁婿。啊，毋过你嘛知影讲哦，我的个性足倔强，明明知影家己毋对，啊，毋过踮你的面头前，我都毋肯甲你回实的。你敢知影，自从你离开了后，我是安尼偌尼啊思念你的。想你又搁记你袂着，只好画一张图，啊对图伫咧讲话。过去的翁婿，你有听到啊无？有听到我咧叫你无哈？有啦，我拢听到啊啦。妈咪啊！勇啊，啊你是当时遇到这种的安尼，我拢毋知半项。啊你拄则伫这咧画啥？无啦，我咧画风景啦。画风景？哈哈哈！我你当时啊会遐牛的画风景，来摕咱妈咪看卖咧。风景若水，咱来佚佗。无啦，打学的尔，无。哎呀，无要紧啦，我看卖咧。嘿，哎哟，啊这敢毋是倒的？啊伊哪有遮水？无啦，妈咪啊，这个我的心目中哦，伊较像有影真完美啦，伊是我的偶像呢。啊，所以伊人虽然歹，伊遐个撩魂摄景我拢甲扣掉啦。阿勇啊，哈，拄则你家己蹛遮自言自语，你咧讲遐话，我拢有听到啦。啊哪着安尼？踮咧尻川后，偷偷仔才咧家己回实咧。你若毋当面家己回讲你毋对，你若安尼做吼，倒会一定会真欢喜、真感动，毋知要偌烧你咧。妈咪啊，迄天哦，伊来咱兜讲遐话哦，我才了解讲，伊确确实实伊捌的比我较侪啦。你即马才会晓想，已经想万啊啦，粉啊摕啊啦，200万啊行难啦。啊，你想咱是要搁安怎？要安怎？办法我是有啦，是惊妈咪你毋肯甲我斗3工尔。戆囡仔，妈咪哪会讲毋肯甲你斗3工？你有啥物办法？你肯哦，妈咪我甲你讲。来，进来，足重要的代志啦。哥哥啊，我咧洗碗，你安尼甲我叫出来是要创啥啦？我来洗碗啦。不，这代志足重要，洗碗看办，这代志上重要，一定要先办。重要，我洗碗较重要啦。这代志较重要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即摆搁离开，我涂骹甲你画1万块，听好势哦。你袂用咧踏出迄个顺外哦，咱即摆玩这个游戏，你若踏出迄个顺外，你就死啊哦，知唔知？我注意咧看哦，你知唔知？袂用离开哦。哥哥啊，到底有啥物重要的代志，你先甲我讲啦。小等下你就知，我即摆出来袂用离开哦。好，想要离开哦，袂用的哦，知唔知？好。嘿，甲我讲出啥货囡仔，叫我袂用离开哦，哼，我就偏偏要甲行出去。爱华小姐，等等你好哈。你好。等等啊，你来阮厝，毋知有啥物代志啊？当然有代志啊，但是吼，下阵娘娘吼，好叫娘娘吼，我毋知要安怎讲呢。无要紧啦，有啥物代志哦，你做你讲啦。这代志吼，要讲是，我要甲你讲即句话吼，但是拢足侪人面头前啊，我这人搁畏见笑，搁歹势讲啊，我这话吼，咱两个搁无拢无单独机会甲你讲，所以这话拢藏足久啊，藏到强要吵声。我这话若拢无讲哦，万一若吵声看要安怎，所以我这人就一定爱讲啊。等等诶，我做你讲啦，无你会使哦，叫阮叫看去安尼。嘿啦，无要紧哦，照我讲无要紧哦，这你讲的哦，唔通后悔哦。我当中的吼，定中吼，要甲你求婚。啥物啊？你要向我求婚哦？好祝福啊！伊足欢喜的啦！你欢喜，我反对的。